毋是台语第6集。你捌听过孤不离种无？有汉字朴词安尼写，伊的解说孤就是妈妈，莫偷笑哦。伊正经安尼讲，骗你我腹肚疼。讲妈妈爱将一离种，种字是不得已，所以即句话就是不得已的意思。8万外人看过，无人有意见，你认为呢？这就是标准的下话用词。孤爱将一离种，阿姨呢？阿金呢？阿嫂呢？讲即句话时，想到的是阿姑吗？竟然有8万外人听甲啪啪啪！姑且安尼做是不得已离将就的做法而已。孤不离种安尼写，第5条的离变调做第7条，7、3、2、1平7的变调规则。若是第7条的字，就变调做第3条，就读做孤不异种。离字外音，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孤不异3种。歪哥饲带有可能安尼写吗？搞笑博士的讲法，得哥歪歪，鸡翅就带带，字蛇伊乱读做饲带。饲带这2字我嘛袂晓写，应该是4字是共字连词，拢是歪的意思。说文解字有即字高不正呀。第1条的高变调做第7条，变歪高饲带，写即字。卖牙膏、起膏会使甜物件无？无可能。但是教育部教人高高甜安尼写呢？高高甜，歪歪乱甜啦，安尼写。心狂火道，显字的字和火有关系吗？完全无吧。汉字朴词安尼乱教，即字免解说就知影和火有关系。道，即字读道无问题。古文这2字相通。道，说文解字的解说明也，将火道声，心狂火道安尼写。有空无损安尼写吗？讲即句的时，有人想到得损吗？无，所以这是标准的下话用词。空洞的空，照同音韵会使读做空。变调规则第2条变第1条，若是第1条就要变第7条呢？读起来安怎读？有空，有一个空洞，无损，无损头啦。有空无损，斗袂起来啦。重点看即字字，汉字朴词讲爱读做下，伊讲介系词你的、我的爱用即字。孟浩然之广陵，就变孟浩然的广陵，广陵拢是孟浩然因兜的，有好笑吧？汉字朴词讲即字读啊，这3字你会晓读无？老岁儿、老花啊。另外这3字我无想要读。说文解字才9000外字，即种无知的讲法，我号做册批话。啥物叫册批话？册批看看者，就对即本册讲东讲西，无就搁举估一下，加讲淡薄仔，犹原是册批话啦。以木字旁的字为例，有真侪字，详细几字我无算，真侪嘛看无。但是譬如即字山楂的楂，樟木查声，除了本字的查，是毋是嘛搁讲到另外即字查？安尼是几字呢？搁认真一下，早钱就会晓写。搁举一个例，第7集讲过即字灵，月夜，将悬将吹悬高大夜，
咱学着关家原来安尼写，安尼说文解字才9000外字吗？是毋是册批话呢？有人查了10外年的空虚字典，结果即字袂晓读，乱读做骹，安尼的程度，搁读100年也是了然啊。空虚字典取用姓名即句，明显伊看毋捌。说文解字讲是将入曲声，即字就读曲入声字。姓名即本的字册定定算同音梗、谐音梗，因为古人是跪坐，坐的时曲在后的部分就是曲，曲就是后退，退就是曲，所以曲就是腿，有简单无？有人看10外年看无戆啦。曲就毋是读骹，骹就毋是读曲，安尼讲参像废话吼，对，莫乱讲废话，就有可能伫空虚字典的第1223页看到即字骹，骹足页含尻川的尻共声符。另外，即字空虚字典有2个音，一音介，另外一音读入声教，教棉被的教。无啊，无坎即个音。空虚字典看10外年，为何这4字硬读做砍头砍面呢？坎想要学吗？我教你，现空虚字典教你。有人会讲我无读册，文音白音拢毋知，曲是文音，骹是白音吗？即字骹呢？所以文音白音是毋捌字咧讲的白痴音。平湖平第5调变调做第7调，所以读平湖。这2字捌倒倒第7调，这2字读平倒，绝对爱安尼读。汉字台语文有一定的安定性。大家知影我要讲碰刀吧？即字刀含刀刺的刀共音，平声字。巴肚大大写即字刀，正常的写倒。台语无习惯讲孤字，所以已经是广福的刀，搁加一字旁。旁含平共款是重的意思，无共音，无共字。碰刀后面若加低命，第1调的刀就变调做第7调，所以读碰刀低命。63条汉字拢经过大调整，即字是动词，爱写复数的即字拢是咧调整啥小啦？来看另外即段一堆的错字，就莫浪费时间。来看上含的即字大，大厝爱有好厝边，伊写即字大。伊讲大就是住啦。安全大就是安全住咯，我实在看袂落去，即间2字仔来笑一下。即句你看有无？顶马没听，定骂袂听，伊安尼写啦。定伊讲是定啦，末伊讲是否定词啦。下一句看会落的人，家己去看。笑话讲到这，谢谢。多谢，劳力，劳工的劳如何读做劳呢？劳力是讲的人劳力，也是听的人劳力呢？并列好无？做伙劳力好无？说文解字有即字乐，入声简化就读做劳。感谢你和我做伙出力劳力，气身劳命就无可能和摇劳有关系。空气是中性的，会生气爱写即字气。秒懂啦，奥秘啦，这就是册批话的大声话。重点伊想要讲即句，即句有啥物谬论呢？某字的简体字安尼写，所以繁体字应该如何如何。
差不多安尼的意思啦。用近代早前的中文找台语文啦。